牙齒法，三明星同款牙齒嘅形態同埋臉型唔搭配。比如講有貢面部，飽滿偏小，女生嘅臉，我哋方形嘅牙齒存在感佢極強，做出嚟就係唔搭。牙齒嘅形態唔係單獨嘅，一定係先放喺我哋嘅口內，口周圍同我哋嘅全面形象氣質匹配，佢先係最好睇嘅。四唔磨牙嘅甜點，如果真嘅完全唔磨牙，佢一定唔會好睇。90%嘅案例都需要磨啲點嘅牙，磨掉嘅只係一小部分嘅牙釉質，佢根本唔會傷害到牙齒嘅健康。要唔好磨牙，首先我哋需要根據你原牙嘅形態排列做 MO 級嘅設計分析，咁我哋先知你要唔好磨牙，你需要磨幾多牙，想要唔踩坑，獲得一個好滿意嘅牙。前面我哋最主要嘅就係第啲，我哋要揾到正規嘅機構，揾到醫德、技術審美都非常好嘅大伯。如果大伯見咗你之後，冇做任何嘅美學設計分析，就直接開始磨牙齒，咁未來你嘅牙齒嘅形態、長短長寬比做成乜樣，你根本唔知。做一個大概，抑或講做一個模板，呢種就係有好高嘅風險，而對你嘅改變有幾大。首先要睇你嘅原牙嘅基礎條件係乜樣噶。比如講，有一啲人缺損變色、重度復班牙、重度嘅四環素牙，天生好多縫擊咁貼面，對於佢嚟講又好睇又微創，絕對唔會後悔。但係有嘅朋友，你嘅牙齒長短挺整齊嘅，顏色你都好滿意，佢改變嘅可能只會係增加10分，後唔後悔，應該係睇你要付出幾多，你能夠收穫乜，有冇性價比。